Hello，大家好啊！歡迎收睇新股速遞。今日同大家介紹嘅 IPO 叫做尋龍科技啊，上市編號6715啊。公司喺杭州嗰度咧，就係唔係做科技喎，係做魚子醬啊嚇。咁啊，當然做一個養殖加工等等啦，其實係好內需嘅一件事嚟嘅嚇。我認為行業中性一啲啦。6月22號開始招股，6月25號早上9點30分截止認購，發行價格75蚊半嚇，每手入場費7006蚊多啲，集資額就12億多啲嚇。基於行業上面中性一啲啦嚇，咁所以我覺得咧嚇，你話短炒嘅機會咧，有機會係空間有限嘅嚇。我係證監會持牌人，以上所講過嘅股份我係冇財務權益嘅。